来看花莲外海最近出现规定的观察头海翁，唔但拢真大只，阁有真侪对母仔囝。观光业者表示，英国观察头海翁拢是3月开始出现，今年会较晚，可能和海流佮温度变化有关系。 头冲出海面，喷水窜开，一只体型正大只的抹香鲸海翁坐伫咧船边啊，算算的有10几只，其中一个几落对是母仔囝。被流夜关了，藏在水底是因的交配动作。真的很兴奋，感觉值了。虽然我有点晕船，中间吐了一次，但是还是很值，我感觉。相关业者讲，今年抹香鲸出现的时间有较晚，大家也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。 去年2、3月的时候就有发现他们的踪迹，那今年的话是延迟到了5月才发现他们，那就推判有可能是因为洋流跟水温的关系。抹香鲸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南澳那个地方，那他们可能因为食物的关系，在那里没有食物可以吃了，所以就陆陆续续来到花莲。专门伫咧研究鲸豚甲海洋生态专家是认为，看到抹香鲸的过防时间一般拢是6月到7月，要过有一寡伫2月就会出现，应该是呛死记录的问题。如果就经验法则或者是单一的时间记录来说的话，这件事情确实可能是晚了一些。但对我们而言呢，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整体族群的变化。真侪游客拢是专工来这看海洋的，会能看到抹香鲸，大家真欢喜、真意外，也好今年的赏海洋季节正式开始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